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我们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用感恩的心一同来敬拜他。在敬拜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教会的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今天是圣餐主日，今天的礼拜现金将为澎湖宣道奉献。因为受 COVID-19 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实体礼拜聚会取消，使兄姐彼此请安关怀的机会大受影响。因此，教会长职会依照5个牧区加强电话的关怀。欢迎兄姐以行动支持并参与本会各项事工。2019年度会有奉献感谢证明，可以到办公室领取。教育馆使用执照申请进行中，请弟兄姐妹为其代祷。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们感谢天父上帝赐予我们生命的话语。我们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同来读2次哈。加太书2章20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我们请一同站立，同心来祷告。耶和华我的神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耶和华呀，我的神，你的名是被赞美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你的名超乎万国之上，荣耀高过诸天。你成就天地万物，掌控时空于鼓掌之间。我们无不惊叹你奇妙的作为，赞叹圣哉，圣哉。慈爱的主，你为我们的罪舍身救义，因着你受的刑罚而得平安，因着鞭伤而得医治，更因着你的复活，我们的生命更有了盼望。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让我们的生命极为丰盛。我疲乏，我困顿，只要有你，我就得到了安歇。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全球陷入了恐慌当中。主啊，我们深切的知道，凡事都有你的旨意在其中。在这世界上，你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让我们明白，也但求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平息，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作息，百业的警惕能够尽快的复苏，人人的身体都得健康。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时，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宣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为圣。
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成全。这是我们的宣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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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降临，哈利路亚，愿你国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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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你面前，欢迎你，愿你国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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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你，全能属于你，荣耀属于你，到永远阿们。国度属于你，全能属于你，荣耀属于你，到永远阿们。国度属于你，国度属于你，全能属于你，荣耀属于你，到永远阿们。国度属于你，全能属于你，荣耀属于你，到永远阿们。国度属于你，全能属于你，荣耀属于你，到永远阿们。愿你国降临，愿你国降临，愿你国降临，愿你国降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宣告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是医治的神，医治我们的生命各样的疾病。主啊，归荣耀给你。每时刻你带领我，平静我的风浪，艰难
我信靠你，我信靠你，我相信你是一直者，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你是我福分，我相信超过我所求所想，耶稣我需要你，每时刻你带领我，平静我的风浪，艰难中与我同行，医治我的疾病，我信靠你，我信靠你。主啊，我相信你是医治者，我相信你是医治者，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你是我福分，我相信远超我所求所想，耶稣我需要你，主啊，我们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世界在你手中，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世界在你手中，我相信你是医治者，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我相信你是我福分，我相信远超我所求所想，耶稣我需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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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赞美你，因为这是你为我们预备一个特别迎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刻。亲爱的主，当这个时刻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家里面，或者在线上，或者是在现场，我们要一起迎接主耶稣，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看到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地面上所行的事情能够合乎你的旨意，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复活节一起来敬拜。传道书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不过，我们想在人类历史里面的复活节礼拜，这倒是真的头一遭。全世界好几亿的人，可能在未来的这几个钟头里面一起敬拜，是用另类的方式，而不是像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尽量的集合在一起。我们在各地一起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也因为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同步在家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所以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盼望你也能够正襟危坐，就如同在礼拜堂一样，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继续祷告，为了这个疫情影响蛮大生活上的一个调整，每一个部分我们都一起学习这个功课。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复活节。复活节每一年我们都会重新再来提醒，复活节是在礼拜天。过这礼拜有当时对3月底，有当时在4月初，亲像今年4月12，曾经到4月20号，就复活节的时间是移动的，因为它是春分，3月22号之后碰到第一个农历月圆，春分是阳历，月圆是农历，就15号农历月圆之后的礼拜天是复活节，所以这个复活节是会移动的。复活节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埋葬，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早在旧约就已经有预告，所以我们请仁义之士带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10到12节。来，以赛亚书53章10到12节，耶和华的旨意要压伤他，使他受苦。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时，他必看见后裔，他的年日必然长久。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因自己的劳苦，他必看见光，就心满意足。因自己的认识，我的义仆使许多人得称为义。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此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第二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还显给基法看，又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他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最后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以上，这是我们今天一起很重要的一个叙述。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会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太、马可、罗加、约翰都有说到主耶稣复活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早上发生的事情，还有2个门徒想要回家乡去，还有人要回去躲在一个房子里面祷告。复活节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的叙述，但是没有一个是欢喜快乐的，大家都吓得要命。老师被抓了，再来会不会是我们这些学生？20年以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在说到耶稣复活以后到升天这40天，他跟许多的门徒见过面。
这是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所经历到的，从礼拜天的棕树主日，到了一天一天，我们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在圣殿里面洁净一切，他的教导，他的训诲，让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国。在最后礼拜四的晚上，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退隐 retreat 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在礼拜五，也就礼拜四的时候，我们说的圣餐日，跟学生一起剥饼。到了礼拜五受难日，到昨天已经在坟墓里面。今天是复活的主日，这是我们过去这个礼拜爸爸妈妈跟小孩子看图说故事的时候，让小孩子知道这个礼拜非常重要的一个迎接耶稣复活的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今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他说到2种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会有2种的人在叙述，这是真的。第一种人就是在现场，第二种人是借着作者、借着记者、借着讲故事的人、借着媒体听到消息的人，他没有在现场。但是这2种人都在见证，或在传颂，或在表达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人类的历史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时空的有限，常常跟大家分享我是谁的孙子。科阿洛，人叫阿罗贝啊，你们没有人看过科阿洛，连我的孩子都没看过。在1981年，我的阿公就过世了。可是，在过去这几年、前几年，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是阿罗贝尔孙，新店的人都叫他阿罗贝尔、科阿洛、许阿老，这就是阿罗贝尔孙。当我们在叙述他的信仰故事的时候，有第一手的见证，包括他的孩子，包括他的孙子，包括跟他在一起教会弟兄姐妹，在新店路那条街上的人，新店教会的人，这是叫做第一手见证。就我们刚刚说的耶稣的复活，有基法，有雅各，有使徒，有500个弟兄姐妹。等等，这些，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人经历了这个故事，他不能够停留在，他也停不住，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把这个见证跟人家分享，通过专业的表达，通过生活的叙述，通过回忆录，通过各种方式。第二个见证出来了，第2种见证的影响特别的大，它不会仅止于第一型或我称为原型的见证的那群人。它影响的范围更大，而且时间更久。我们今天所读的第2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的最后那句话，最后他显给我看，这一群人叫什么？为道产期而生。保罗在表达什么？什么叫为道产期？9个半月、10个月出生了，这个叫做怀孕的期间到了，满足了那个时刻。他出生了，有的人6个半月，有的人7个月，我们就说叫早产儿，早一点出来。出来的时候，他还必须要在保温箱里面，他不能够接触到他真实的人生的开始，他完全在保温箱延续在妈妈的肚子。我称这个叫做第2型，或是他们是亲临，他没有去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他的生命中间反过来。是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早产儿他没办法一出来就开始自己的生命，他开始自己的生命不是我们喂他，他开始自己生命的动作是哪一个？先哭啊，没有人可以帮他哭，没有人可以为他哭，他不哭，他没有这个动作，就没有他的生命。所以第一型的人他在现场，保罗用这种生命的一个时间点。来表达像基法、像12使徒、像500位门徒等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属于第一型。他们经过上帝的主耶稣基督3年的时间，慢慢的孕育、培养、带领，有医治的见证，有教导，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上帝国。这些人跟他10个月，如果用我们怀胎来说，保罗呢没有经历过生产那个时候，他到未到产期而生。所以保罗这种样式不是一个人，2000年来我们历代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于这样的人。
属于第二型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可是呢，主耶稣跟多马讲的那句话，我们还记得吗？主耶稣跟多马说，多马虽然是原型第一型的人，但是他的经历是在第二型。我们一起来念最下面这一行，预备来。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主耶稣就在讲第二型。虽然面对第一型的人，12个使徒，500个见过他的人，但是他告诉你们，这样的经历，第一手见证不是停在这边，全部要变成第二型。反过来，不是我们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叫做经历复活的耶稣。所以这个图是多马在看耶稣这边被一个枪刺了一个洞，要看看这样，他因着这个动作跟我们一样，都变成第二型。原本他是第一型，无论是在第一型或第二型连接起来，都要经历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保罗没有跟耶稣碰过面，没有跟耶稣在一起，可是他说是耶稣这个主来找他。使徒行传26章16节是使徒行传中间叙述3次保罗往大马士革要抓基督徒的过程中间被主抓到、被主逮到的那个故事。使徒行传总共出现3次，26章是记载第3次的是保罗自己的叙述。保罗自己跟这个王讲，我是怎样去有主抓到了，主的复活的主临到我身上，不是让我停留在那个感动，他是告诉我，我本来跌倒了，吓了一跳，他叫我起来，站好，我向你显现的目的复活的主基督今天有没有跟你显现？他有没有给你一个感动？他有没有给你带来生命的改变？有一个目的，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动，一定有个目的。给保罗一个目的，给你我每个人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刚才像大意讲，我对你出现是要让你重生。所以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经历到了，他不是离开我们，2000年来他一直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刚刚所念的金句才会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过去这3个月中间，我们经历了肺炎的影响，这疫情的影响，有许许多多，每一天我们都看了电视，看了新闻，有很多的报道。我就不再重复这个，但是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跟我们在1月、2月常常提到，有2次主日礼拜提到，就是在英国，他们在17世纪的时候，18世纪有一次的瘟疫，就因为那个小镇，然后大家守住那个小镇，许许多人在礼拜堂把小孩子放在礼拜堂，他们守住那小镇，没有让疫情往北延伸。这是上礼拜我们看到，许多人也看到这消息，在纽约曼哈顿里面，这个圣约翰座堂是最大的，它从十字架这边到大门口186公尺。那你看有多比我们这边多多少？我们这个大概是20-30公尺哈。它礼拜堂看你多在里面总共9个左边下面这种的野战医疗帐篷，里面都是有病床，然后可以手术等等，这样一个野战的医疗帐篷，好大的9座医疗帐篷放在那里面，放在礼拜堂里面，让那些重症的人，医生隔壁有一个医院。就是把扩充他们的医疗的能量，扩充他们的医疗，因为外面没有空间，不可能在公园，尤其现在的气候还不稳定万一风暴一来，这个野战的帐篷没办法领受。我觉得这是教会在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教会在这个，它不只是一个空间的见证，它见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同样的。复活的耶稣跟我们同在，跟你三个到底，国外基督跟你同在，有没有去经历到？这是超越理性的，不是用你的叙述故事。信仰的真实与奥秘，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去经历、去体验。我在比较年轻
那时候在读大学，坦白讲，信仰生命上也有很多的迷惑。那中间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信仰之旅》，非常薄的一本书。你现在要买还买不到，你只能够在一些演讲者的引用上面稍微可以看得到林语堂所写的哈。林语堂他本身他在1895年出生，那个年纪好记，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刚刚好从清国转到给日本国的统治，在那一年。那林语堂呢，他爸爸他有点像我，他爸爸也是一个牧师，可是他读大学以后就周游到处了，就离开了这个信仰。他发觉这个信仰没办法用他的理性，用他的科学，用他所读的那么多的书来去认识了解，所以他开始就离开了这个信仰。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成就，林语堂我就不提了。人家称他幽默大师。如果你去看他的作品，他说的那种幽默真的是非常高级就是说能够让人家从心里面会心一笑。我们称他叫做幽默大师。可是所以他有秘书，他有同工帮助他。可是他不在教会，他各种宗教都去寻找。到了有一天他生病难过，在家里有个秘书来探访他，他突然跟这个秘书讲，看医生吃药我都不会觉得比较舒服，比较平安，你为我祷告好不好？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为我祷告。你碰过这样吗？你为我祷告好不好？这个秘书愣了一下，然后就很虔诚很安静的带林语堂再带这个大师祷告。祷告完以后，林语堂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写，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很真实的平安，主耶稣跟他在一起。他就跟这位秘书说谢谢。秘书跟他讲，他说林先生，你什么都不缺，你什么都不缺，不只是物质的，包括尊荣，全国的人都非常尊敬你，但是你只缺上帝，他是你的天父。这秘书是一个女孩子，那30几岁年轻，这面对60、70岁的长辈，他说你什么都不缺，你就是缺回到爸爸身旁，回到你的天父身旁。林语堂那个时候开始突然超越了理性，超越了科学的追求。从那时候开始，每个礼拜天到礼拜堂聚会，做礼拜，回到了他小时候的主日学那个情境。他一直到了要读大学才离开教会。这个对我那时候的一个挣扎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跟帮助。另外一位是黄昭堂先生，他是台南七股的人，一个比较渔村的地方的人。他读了台大毕业以后，当完兵就到日本去读书，前后50年在日本那个地方。黄昭堂先生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用了一个名字叫黄友仁，有仁爱的友仁，那是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过世了，所以他在日本用的笔名都用哥哥的名字。所以有的人说，那是黄友仁，那是黄昭堂，本名是黄昭堂。我们对他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他2000年那时候在日本教授退休以后回到台湾。2004年，台湾有一个运动叫牵手赴台湾100万人，他是总指挥。但是同样那年，2004年的12月，在义光教会受洗，73岁。他一生追求一个理想的实践，追求自己心目中应该要有的一个地面的国度。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间，他发觉必须要超越理性。原本是想要从人世间的角度，从理性、从科学、从制度来看，建立一个好像是真的乌托邦。可是他在一生的奋斗过程中，你看他的硕士论文写什么，博士论文写什么，他在大学里面教授什么，你就知道他怎么从地面国想要建立乌托邦。73岁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热闹、非常成功的一次活动，但是他发现，他也有顿悟所以他说：“我被衰累。”当然，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间，因为参与在这种运动的过程，所以他一直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
也常常去做礼拜，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都是我们经历耶稣复活的同在。今天是耶稣复活的主日，我们盼望在你我每个人你自己的领域、你的生命中间去经历复活的主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有能力活出他所给我们复活的样式。今天我们在主的家里面要一同来领受圣餐，这也是复活节最重要的意义。耶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死，而且复活。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经历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用的圣餐，你会看到像右上角这样的一个圣餐饼跟圣餐杯。等一下我们分发给大家的时候，上面白白的就是饼，里面是葡萄汁，所以它要打开的是2层的，一个是透明，一个是蓝色。当我们等一下要用饼的时候，是把透明的先拿开，在整个过程中间，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领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打破自己，为我们舍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种复活是一个奥秘，不只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不只让我们听到一个事实，我们更要经历到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求主圣灵教导保守，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刻，每个人的领域里面都可以经历到主真实的复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要邀请同工，服事的长老同工，我们一起。这是主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每一次当我们一起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都是照着圣经所写，在哥林多前书11章这样记载说，主被卖那一夜，他跟学生在一起，有拿饼起来，注谢拨开给学生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我。吃了饼之后，还拿杯起来说，这个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每一次你们领受的时候，当如此行来纪念我。所以我们依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这个重要的功课，我们照着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特别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刻，我们求主圣灵来分别为圣，这些饼跟这个杯，包括在平台、在网络、在家里面收看电视、收看手机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不一定手头上有这个饼跟这个杯，但是我们要求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你亲自进入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用心灵诚实来领受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的牺牲，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我。吃完饼以后，主耶稣举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我。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主耶稣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最重要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在家里面，你收看手机，在线上一起领受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有预备，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领用。如果你家里没有实体的饼跟杯，没关系，
我们相信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也要进入你里面。你用心灵来看这个歌词所告诉我们的，他宝贵的十字架医治的恩典要永留在我们里面，就像主耶稣所答应的，认识真理得自由，他要让我们领受真正的自由。我们用安静的心降服在耶稣基督里面，带领他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走在他的道路上面，让我们能够享受复活的生命，而且得着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在现场还是在家里，如果你有这个圣餐杯，你把最上面透明的这个把它打开，但是要小心哈，把这打开，你把这透明打开以后，顶头叶第一盏透明的那个你给它开开，然后你也当提出来饼，你可以把这饼就上面那个透明的哈饼拿出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吃完饼以后，主耶稣又举起杯。我们现在把蓝色这个，你慢慢把它拨开，慢慢的这样葡萄汁才不会溅出来，才不会喷出来。你把这个。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让我们因着这个约可以进入天父上帝生命的关系。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每一次你们吃这个饼，领受这个杯，都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是一个生命中间最深的奥秘，因为你的牺牲让我们得救赎，因为你的复活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感谢赞美你，愿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经历主又真又活的带领，而且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成为忠心的信徒，在耶稣基督你的真理上面成为你的门徒，在这个世代继续宣扬分享你的好消息，就是让人的生命得着丰盛，得着永恒的一个好消息。愿你的爱，你的怜悯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要邀请大家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伸出我心》来成为我们的回应。真的
现在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请牧师祝福祷告。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重新人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到我们人世间来，因着你的复活，打开了天上地上的窗户，让我们能够找到生命的答案与方向，走在真理的路上面。谢谢主，而且让我们看到有一天当我们睡了以后，我们是在永恒的生命中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我是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